条界线，天将一半。打拼的人无一定赢，若无打拼绝对袂当赢。若成功照起势，若失败毋免解释，这是现实的社会。 是你找机会。有实力的人一定赢。心爱定，唔通惊吓。 就是一点关，成功失败这条界线，天将一半。打拼的人无一定赢，若无打拼绝对袂当赢。若成功照起势，若失败毋免解释，这是现实的社会。 是你找机会，心爱定，唔通惊吓，就是一点关。成功失败这条界线，天将一半。打拼的人无一定赢。 若无打拼，绝对袂当赢。若成功照起势，若失败毋免解释，这是现实的社会。人生输赢无关系，要有实力照。